近來香港最大嘅一個新聞就係恒生銀行被私有化。咁當呢個私有化之後，一定係迎來一個翻天覆地嘅大轉變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講講恒生銀行嘅嘢啦。1933年，恒生銀號創立嘅時候，地點係永樂街70號，面積只有800平方尺。香港重光之後，佢哋翻嚟香港，並將恒生銀號搬咗去上環皇后大道中181號嘅自置物業。1953年，恒生搬到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163號至165號一棟全棟5層高嘅自置物業，建築費係要百幾萬。第四代恒生大廈位於干諾道中41號，係恒生銀行拆除舊嘅建築物起成嘅。1962年完工，樓高22層，高73.45米，成為當時香港最高嘅建築。建築費用千幾萬，外形仲同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相似。嗱，依家呢，我就嚟到中環嘅恒生銀行總行嘅門口。咁呢間總行呢，就其實喺1991年嘅時候起好嘅。喺80年代，恒生銀行覺得佢自己嗰笪地方唔夠用，啱啱政府就拍賣一笪地，就呢度啦，就個消防局嚟嘅。咁恒生銀行買咗佢，就喺度起咗一個總行。呢個總部呢，喺1991年嗰陣時呢起好嘅，就照依家啦。歷來恒生銀行總行個外貌都係好平實嘅，咁即是反映咗恒生銀行佢本身都係一間好平實嘅銀行嚟嘅。嗱，依家呢，我就喺旺角彌敦道山東街口嘅九龍恒生銀行總行。咁大家知唔知道九龍嘅第一間分行喺邊度呢？嗱，第一間分行呢，就係喺今日油麻地嘅平安大廈裏面啦。嗱，嚟到恒生銀行呢，一定要講一樣嘢，就係以前恒生銀行嘅分行呢，門口都係用呢個銅製嘅大閘設計嘅，嗰啲鐵閘上邊呢就有方竹布嘅圖案。咁好可惜，依家呢佢哋嘅新嘅設計就將呢啲銅製嘅大閘呢全部拆晒啦。以我哋所知，恒生銀行仲有呢啲銅閘嘅呢，只剩翻慈雲山嘅鳳德道嘅分行。恒生銀行佢哋個大門呢係有一個特別嘅設計嘅。嗱，我哋見到呢個分行呢，佢個門口設計都係有幾級石級嘅，然後呢，佢個門口對一對到正呢，唔係平行咁對住個街嘅，佢一定係閘角對住個街角嘅。嗱，呢個呢就係恒生銀行佢哋門口嘅設計啦。嗱，我哋見到呢個恒生銀行呢個 logo 嘅。呢個呢就係我哋古代嘅錢幣，叫方竹布嘅齊貝錢幣。佢哋點解要設計呢個 logo 呢？就係攞呢個呢以前我哋中國古代一個以錢為代表嘅一個符號。
嗱，依家見到呢啲有 logo 嘅燈箱已經好少見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拍低佢咯。嗱，呢間恒生銀行佢就話咧，將會有全新嘅形象展現出嚟嘅。咁佢舊嘅形象係點嘅呢？我哋揾咗好多廣告俾大家睇睇啊！以前恒生銀行嘅廣告呢，係着重咧社會和諧嘅，係教人立身處世要心平氣和，至少養成良好嘅習慣。如果每個人能夠養成良好嘅習慣，社會就更有秩序，更加安定啦。同埋咧，就仲強調成功非僥倖，勤儉與才能嘅。成功非僥倖，勤儉與才能。佢亦都係咧鼓勵啲香港人咧儲蓄文化，而恒生銀行嘅前啱就更加風魔一時啦。當然啦，呢首歌就更加經典，相信好多人都仲記得啩。積少可以成多，恒生銀行為你安排，令你永遠有個愉快嘅好日子。時代嘅轉變，當年叫人儲錢，今日咧就叫人借錢同埋投資。另外，就仲有個廣告仲得人驚，就話生一個仔要用400萬。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廣告呢？睇咗之後驚唔驚呢？睇報紙，原來養大一個 BB 要成400萬，儲呢一筆錢真係唔係一朝一夕㗎。財神到啦！由於恒生銀行係華資嘅銀行嚟嘅，所以咧亦特別強調嘅傳統節日。當年農曆新年嘅時候，阿梁醒波嘅廣告就非常之咁經典啦。恒生銀行同人鞠躬，經典到咧表姐你好嘢都要攞嚟玩啊！我代表恒生銀行同人鞠躬，恭喜發財！嗱，大家見到呢個恒生銀行財神像係咪好經典呢？恒生嘅財神像更係我哋呢一代人嘅共同回憶。恒生年畫入邊嘅財神有好多個造型，包括1977年五指襯托嘅版本，1989年除咗財神到之外，仲有獻壽圖。後來除咗海報之外，喺1980年更推出財神金幣，甚至印喺紅簿仔嘅存摺上邊添。嗱，恒生銀行除咗全港幣嘅紅簿仔之外呢，佢原來仲有個咧全美金嘅綠簿仔。點解用綠色嘅呢？因為美金係綠色啊嘛。但原來依家今時今日係唔再用得簿仔去打簿噶啦，因為佢話依家美金咧全部都要用卡去做嘅。恒生銀行源自1933年3月3日，由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盛春林同埋何天創立嘅恒生銀號。初期員工只有11人。恒生個名嘅官方解釋係永恆長生，但據何添所講，實際係合併咗盛春林嘅恒興銀號同埋林炳炎嘅新大銀號而成為呢個名嘅。恒生初期主要業務係集中於買賣黃金、匯兌同埋找換。1960年，恒生銀號正式改名為恒生銀行，表示呢間銀行嘅經營方針就更加廣泛。1965年，明德銀號嘅危機蔓延至華資銀行，恒生亦受咗影響。匯豐銀行以5100萬收購恒生51% 嘅股份，
平息咗擠提風潮。匯豐喺完成咗收購之後，雖然成為最大嘅持股股東，取得銀行嘅控制權，但匯豐仍保持咗恒生銀行嘅獨立運作，只派出4個代表加入董事局，並繼續保留原來嘅華人管理層，何善衡等人亦得以留任。1972年，恒生喺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戰後喺香港上市嘅第一間銀行。嗱，我哋今時今日咧，仲見到恒生指數呢幾隻字。咁恒生指數咧就係香港經濟嘅指標嘅象徵嚟嘅。我真係好驚將來冇咗恒生指數呢4隻字咯。喺60年前，匯豐銀行救過恒生銀行一次。60年後今日，匯豐銀行又再嚟整頓呢個恒生銀行啦，俾我哋睇到歷史原來係循環嘅。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記得訂閱同撳鐘仔啊！